大家好，我是阿丁，我是 Lucy， 欢迎收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带路堂讲生态》，我是阿丁。大家若是讲到考古吼，可能足侪人拢会想讲是去野外去挖宝藏啊、挖宝物啊，还是甚至去挖一寡化石啊、啥物物件。啊，不过今仔日吼，咱无要去野外，我今仔日孤身一只来到清华大学，是要来找这本册的作者，嘛是我的老朋友，就是考古所的曲风林老师。行，咱做来去。哇，超够侪册啦！本港，这本是上新的呢。很简单，这应该是因的古文。阿田，喂，很行，来，我足久无看你。对啊，足久无看你。其实嘛，无足久啦。来，顶届咱是伫咧孤山。哦，对啊，咱是孤山，对。洪林老师是人骨考古的专家，将近20档的时间，拢咧研究台湾南北二路的古早人甲环境的关系，啊，佮有因的文化。我今仔日吼，因为我摕到这本册，我想要来找你帮我签名一个。啊，歹势啦，这就是咱小拄的遐。香，这是五南边，我伫垦丁五南边遐挖的一个考古遗址啦。对啊，足赞的。挖真侪物件出来，啊，有足水的这个鱼膏啊。对。哦，这歹势啦，这我互大家看。所以今仔要来请你帮我签名一个。安尼是毋？好啊，多谢你。歹势啦，我就是甲大家斗一下闹热。歹势字无好看吼。哦，多谢多谢老师。今日吼我较无闲吼，我等下爱先来去会。是啊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哦，这考古真趣味。哦，我遮足侪真优秀的研究生，啊，这个研究生呢，有的人对这个灰啊，有的人对动物的骨啊，哦，拢足熟的啦吼。啊，你先对因吼，伊甲你介绍。所以你会转来？我会转来。我转来了，我转来了要甲你考试。甲我考试？我这本应该有教啊。啊，这无教吼，考古是专业。哦，足侪无共的这个技术。阿婷听讲你今仔要甲邱老师访问是吧？嘿，有交代讲爱甲你考试一下。博士啊，即马这是要甲我考试的物件。我甲中间博士是伫咧台东的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熟识的。伊研究考古的目标是要甲以早的文物、因的文化史甲相关的年代来重建对付起来。趁这个机会，互大家讲知影讲考古啊，吼，咱为地内底捡回来的物件，吼，还是发现的物件是啥物？啊，咱甲做一寡分类，咱来了解讲以前的人，因拢用啥物款的物件呢？做一摆互你看，啊，你再来甲你做一寡考试的部分啊。没问题。博士，这是安倒来啊？这是苗栗迄边遐的原理为地采集的，咱为伊的材质有无吼，去甲做一寡分类，吼，啊，这材质内底有一部分是像这是石头，吼，这看起来这是石头做的，吼，石器啊，然后有一寡是灰啊，吼，啊灰啊类的，吼，啊这是骨头，吼，有骨头的，这我知，这啥？这蛤蟆，长有食。啊，所以我等下是，你等下你嘛是爱加来个一寡分类分开，啊，咱就知影讲，即个位置内底咱捡到有啥物无共款类型的器物安尼，还是以前人用过存落来物件呢？哎，这条你敢看有？这条是啥？这念哦，那照你讲的，是毋是这立落去的所在？对，嘿啊，你就有天分的，嘿，对。啊，不过这若毋是知影迄是位置，我伫咧路边嘛毋知影。有时啊吼，你讲咱若即马若毋是伫位置捡到这种物件对无？有可能嘛是有，像咱即马有时啊人去路边对无？有时啊你若想着讲要卡啥，你嘛是摕出来。对啊。好，咱个等下啊，像这立落去，这有可能是起来创啥？嘛是共款，伊就是讲起来讲。像这立落去，才有淡薄较平一寡，有时无一定是干那安尼讲，伊会摕啥安尼去磨，嘛是有可能。吼啊，只是讲伊咧创啥物，咱都无办法干那看即块石头，咱都知。吼，咱都爱为其他的器物内底去推测讲伊真正的摕来创啥。吼，像咱拄则讲的是哦，食烧酒的爱卡无，
吼，还是讲进前人咧讲迄较大粒的猪妈，吼，爱甲敲开无，吼，还是讲即马咱咧处理一寡动物的骨头，有可能会用着拄则用的迄一寡石器。即马要叫你话你捡一寡陶器出来，还是叫一寡人咧讲灰啊，吼，灰啊是考古内底会使讲上济物件，吼，因为进前啦的人吼。那开始会做灰啊了，因为这种物件袂烂去嘛，啊用歹去伊就待伫土内底，啊咱就伫位置内底上济会使发现讲证明这是输前的位置，大部分拢是因为靠这灰啊的部分。这你看，哎呦，你有发现有灰草呢吼？对啊。这那袂出阿嬷伫生检菜的迄个翁仔对吧？哎呀，这是翁仔喙。对，翁仔这就是翁仔喙，对。嘿，这是较近代，这可能无偌久真正的物件。啊，即马汉话咧处理这都是讲吼，咱甲一寡这灰啊，吼，毋管是较近的灰啊，还是较古早的即个粗灰啊，吼，啊，甲做一寡分类，啊，伊分类的标准吼，都是咱会使看起来吼，会使看出一寡无共款的所在。嘿，这拢是同一个位置内底。所以这可能有足侪无共时代的人才大过。对，嘿，就是讲，其实咱即马咱生活的所在，其实涂骹内底，但伫无共的时阵嘛，是有无共时代的人伫遮生活过。原理即个位置吼，伊其实遮咱即马看到，使看到伊可能有新石器时代的，啊，佮有铁器时代的，啊，佮有历史时代的，吼，啊，可能嘛有搁较即马咱即马搁生活伫关顶人留落来的物件，吼，啊，伊即马伊安尼即马甲你分的。这部分，这就是咱会使看到一寡是所谓的粗灰啊，啊粗灰啊内底嘛是各有一寡差别，吼，像咱有看到这种假沙头啊，吼，伊出现的时间有会使伫台湾上早伫6000年前就开始有啊，吼啊开始出现这种粗灰啊的时阵，咱就叫伊个讲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始，吼，啊这种新石器时代开始，其实上重要的部分就是讲，迄当阵的人，吼，已经会晓建造。吼，建造甚至伫咱北里遮吼，以前就发现足早之前就开始有丢啊，我有叫过像这种。对，啊，这就是足早，嘿啊。哦，所以你讲遐有丢啊？嘿，进前伫新石器时代的人，伊就会种丢啊。拄则讲的有较早的嘛，有较晚吼，啊，像这种有一寡这种。花草的吼，啊，伊这是用引起嚟的，吼，刻伫茶馆顶啊，刻伫物件甲刻伫引起嚟的花草，这种无共款的这种粗灰啊，甲粗灰啊，伊就是代表讲遮伫无共款的时间有人伫遮伫生活，吼，有可能有12000年前，嘿，对，这个所在，嘿，对，啊，就代表这个所在，哦，可能风水袂歹啊，吼，啊嘛治安嘛足济，吼，我即摆捡几块出来，啊，你帮我甲摆做，你感觉伊时代为较早、较晚的部分安尼，好不好？无过咱你都袂使去食中昼安尼。保叔，我像你安尼，你已经做这道做偌久啊？我为第一摆甲柯老师去做考古，甲即马已经24年啊。啊，考古是一个足好耍的代志吼。甲即马我嘛是感觉讲。逐工看到无共款的位置内底物件，啊，你嘛会使看到讲，伫台湾即个土地环境，无共所在的人的生活拢无啥共。你讲者，照一个耐落去的所在哇，吼，这耐落去的所在有可能就是迄当阵人伫做的时阵，伊的手去逮着耐落去的，吼，捏的时阵，对，伫捏的时阵，都去保着，啊，伊可能伫遐放伫遮要去画这花草去哩安尼。像你头拄仔讲这足轻，因用足轻的手路去做的，啊。佮有讲到这是可能手去掂着，对。啊，敢有可能伫这灰仔顶面，会看到以前的人的手无？有啊，你有看过？有看过啊，有看过。啊，佮咱即马系迄个翕相的技术足好，会使甲迄手无规拢印出来，有看到。啊，毋过这种物件伫考古馆顶是可遇不可求啦，对啊。因为若是咱家己咧做，无说你留了，应该想办法佮甲抹掉。对，啊，以前的人其实嘛会，吼，以前的人其实嘛会有这种动作安尼。好啦，安尼算你今仔中昼使食饭啦。咱看中昼要食啥？我想讲，这项唔对，咱是纯破碗。咱来看中昼你要食啥？你要过来内底看一寡贝壳，还是啥物动物的骨头哦？对，够像你的观察。你好，你是骨头专门科的？嘿，动物的。哦，
就这个就是鸟仔骹，哦，足油诶，而且伊中是空诶呢。鸟仔骨头伊表有可能拢会较薄一寡，嘿吼，甲一寡像猪啊是鹿啊会较厚较无共，嘿啊。有这个是鹿仔的饭翅骨，伊是生安尼，还是生安尼？对，安尼。我看袂到。哦，看会出来是饭翅骨，你知因是安怎看出来无？毋知呢。嘿啊，安尼阮就要提出咱苦老师的法宝，嘿，有啥物对，咱叫汉话甲搬出来一个，像咱大部分咱捡着挖出来，物件大部分拢是破去的，拢毋是完整的。哇，吼啊，咱就爱看像为一寡完整的物件去做研究，甲去做哦对照，这是鹿仔安尼就知影讲伊是啥物动物，还是啥物部位安尼。哦，就这个原来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这其他的，譬如讲像这，安尼比会出来。啊，毋过这像这较细的，这你要安怎去了解伊是啥？这是鹿仔，哦，鹿仔的喙齿。哦，像我这种对骨头较外行的对嘿无？吼，阮都敢若会通看到讲，哦，这是草食动物诶。伊甲杂食性动物有啥物无共款？这是猪仔。哦，你看，我感觉猪骹较好食。这是啥物？鹿仔的骹，哦，这是鹿仔这是鹿仔的骹，哦，毋是猪骹。这安怎看我想讲，这边安怎看？是鹿仔甲猪边安分？这鹿仔骹呢？这嘛是要看这个标本，鹿仔的骹嘛看会出来。哦，你看这专业的都无共款吼，真正做标准都成的呢。摕出来。这是倒一块啊？这是伊的骹，伊的镜头。哦，这是镜头啊。对，哦，我做趣味的呢。啊，毋过因这吼，你都该去食饭就痛苦的。系啊，你若去该去食饭啊，伊若食鱼啊了，伊就甲你讲啊，这鱼啊我要找迄鱼饵食对不对？吼啊，伊若甲你食骨头，伊就讲，这个骨头我要留落来，哦，你袂使甲切断去吼。真的假？你做研究。真的啊！哦，阿婷，哦，老师你倒来啊哇？你甲阮同学学了如何咧？哦，伊是讲我会当去食饭啊，哦，袂使，要食饭袂使，嘿佫袂使。这敢有啥物差别？差别咯，较早前的人做的较顶面无金金的即样，对，对，嘿，柚还是柚？好这是油嘿，啊，所以这是无油的，嘿看起来就较朴的色。对，这主要的差别就是在讲这种的，吼，较粗胚的这种的，伊在烧的时阵温度较低，哦啊，这种在烧的时阵温度较悬，啊，较早伫台湾吼，这个古早时代、史前时代是的人，伊用这个较袂晓，伊无高温啦，温度无法度用较悬，所以讲伊烧的物件较香。哦，啊，像这种的温度较悬的吼，大部分拢进口的呀。哦，听无？这可能就是原住民甲汉人来交换。哦是哦，嘿，就是这种咱讲这是硬灰啊片较硬。要用啥物物件去甲人换？用啥物物件哦？讲是用台湾做侪，像他拄仔则有一寡骨啊动物，对，就是较早咱台湾吼，讲鹿仔真侪，吼啊，就是讲伫咧文献的记载内底嘛有讲，就是讲咱台湾较早拢有鹿仔皮、用鹿仔肉干，吼去甲遮中国沿海的遮渔民吼，来甲因换就是换啥？换遮灰啊！哦，换遮灰啊！用动物啦去换这，安尼佫甲阿婷来考试一下，好，即只是啥物？好，我知，嘿，他拄仔迄学者有甲我教，嘿，啊伊讲啥？伊讲这是饭丝骨，啥物动物的饭丝骨？鹿啊，系哦，对，头拄仔咱就讲，伊就是用鹿仔去来甲伊交换。嘿，对啊，这对对，饭丝骨是伫大鸡啊倒一个部位啦。啊，对，肩胛头吼，啊袂哦，你安尼佫有看到啥？除了骨头之外，啊佫有啥物物件？佫有这啊，就啥？螺仔壳、螺仔壳啊，蛤蟆壳啊，蛤蟆壳。啊，你这看起来像较少，敢有？有啊，吼啊，像即种螺仔壳，一般来讲，拢是伫咧啥物款的环境内底？这是啥物螺？烧酒嘞，啊，烧酒螺吼，咧古早咱海边啊嘿，咱咧看电影的心情，拢爱食一包烧酒螺。像即种烧酒螺咧，甲看甲即种的，即甲咧
咱讲是血汗啦，血汗嘿哦，血汗这种的大部分就是讲伊的环境就是像河海口，啊，咱就是看遮的因食的物件，就会知影讲伊较早的人哦，拢伫倒位讨食。虽然这毋是规个为止的物件，啊，毋过今仔日恁互我的一箱内底，哪像迄路人的动物的骨头较济是无？对，因为我即本啊，你写的即本册内底有足济，像这个有迄个鹿狸，啊，佮有迄个亚公迄种哦迄种伊的喙挂嘛。哦，喙挂这啊，佮有这亚公咧做起来，这个鱼膏啊，阮有学着，学着讲阮拄啊好学着一个种做掠做一半的是吧做一半的物件，学着因兜的工厂啊，工具啦，吼，啊掠片啦，吼，啊，佮一寡伊的原材料啦，吼，拢有发现。代表以前的生态足好诶，即马都罕咧看遮即摆大粒的。要看遮大粒的足少，吼，啊，但是遮大粒肉较歹食，哦，较嫩。较嫩。就古早人若要讨食啦，吼，叫环境顶悬的所有的资源吼，毋管是掠壳，还是讲动物仔的骨仔，还是讲石头，每种拢是因摕来生活做工具的原料。咱即摆人的这工艺技术啊，其实就是自古早安尼慢慢啊发展起来。无简单真。正无简单呢。阿婷，你佫有看到啥物趣味的无？就是老师，你毋是做甲人有相关的专，就是你的专长是咧做人的骨头研究。对，我是做人。那我无。这是人食的物件。古早可能人咧，这伊可能无食人啦，吼，是人食因啦，吼。咱讲要研究人，你就要先学着人骨，吼。有当时咱讲就是学着伊的毛，哦，毛内底可能肉拢烂去啊嘛，吼，剩骨啊。是。咱就是要对骨啊开始去了解。古早人食即个物件，因生做啥物型嘛？有伊即食即个物件营养有好无啊？有破病无啦？吼，偌几岁啦？吼，即种种的问题，那我则摕一寡标本吼。模型吼，真正的人骨吼，咱袂使凊彩摕来，则了解哦，因为罔着污染啦吼。啊，第二就是嘛，爱咱对先人爱尊敬，是哦，伊个骨仔吼，咱若是无必要，尽量莫去甲摸。啊，但是阮有做3D 啦，即马拢用3D 这厉害模型，会使哦帮助咱去了解古早的遮个人吼，生做啥物款的吼，啊有啥物病，我等有啥物病哦？有啥物病嘛看会出来哦。喂，苦老师哦，喂，苦老师，喂，你啊信号无好哦。我老师，你这模型嘛，伤成啊，这你若囥的，我想讲真正有一个人头厉害搞。这是3D 啦，去扫出来的资料，再去输出作为模型。所以本地有学到安尼对，这是伫咧马祖学到8000年前的，咱讲亮岛人。8000年前的人，8000年前的人，伊食啥物物件，生做啥物型，咱就是看即个伊的形体，看会出来，看会出来啊。比如讲，咱若是去牛，伊的面啦吼，伊的即个形体，牛起来甲即摆的3款人较像，嘛会使甲做 DNA。DNA 做起来，咱就讲伊这8000年前的人，其实甲咱讲这个南岛语族，真有关系。你甲看。第一，咱若看到一个人骨的时阵，你想要知影啥物代志？想要知影啥物代志哦？伊几岁？还是伊是查甫查某？还是外观？你看的是查甫还是查某？查甫啊查某诶？有烟头还是有水？看起来。较勇的型呢，我要查甫的好啊。好，你真厉害。咱查甫人一般来讲啦，吼，伫古早嘛是共款吼，主要就是讲爱去拍啦，然后遮较重的石头拢查甫人去做。是。所以讲，即摆嘛是啊。伊的筋骨会较勇，筋骨较勇哦，伊有一寡特征吼，比如讲下骸，下骸这较外翻，较外变。第二，这伊的目白遮，目骨哦，目骨遮。较浮，对哦，你若是会使，等于甲你摸摸一下吼，这伊就是平啦，较平坦，查甫人就是，过来就是讲，咱查甫人是毋是上半身，
吼，顶关身是较勇，较勇就有一寡筋甲肉吼，甲咱的肩胛头啦，甲咱的手连做伙，伊就会才会较碰。是黏来到遮哦，黏来到遮啊，耳边才嘛会较碰，所以讲伊的头的一个特征啦吼，拢甲查甫的较像。啊，到尾阮做伊的 DNA 做出来，伊嘛是查甫的。第二咧，咱讲伊食啥物物件，你看伊这是假的啦吼，但是你甲看伊这硬啦，拢平平，拢平平。咱一般的人啊吼，一般人咱拢，只不过咱种食饭食面啦吼，拢食较软的物件。是。啊，食较软的物件时阵，伊个硬尖嘛，就较袂磨平。啊，古早人哦，食的物件较硬。所以讲伊的这硬啊，磨较平。你看伊这个，这气是安怎？嘿，这就是牙周病啦。嘿，气환破病，嘿，酒硬嘛。听起来足疼呢。酒加伊的气환去啊。所以因到这个坎站嘛，可能差不多啊。吼，像这个查甫人吼，伊差不多年纪吼，差不多活无到40岁，35岁左右。嘿，这大家吼，嘴皮爱够好，嘿，才活会久，啊，有骹啦，有伊的腰脊骨啦，吼，种种会使看到伊的生活吼。比如讲，这个人，伊若呛水，伊你甲看这耳孔有一粒细粒的骨瘤，啊，这种的吼，阮叫伊英语啦，叫做 surface ear。surface， surface 就是啥？会呛水的，你咧呛水，你咧冲浪，鱼啊，因为伊就是伫海水面较烧，啊海水下较冷，啊一下冷，一下烧，一下冷，甲一下烧，啊过来就是水压、水压导致伊这耳孔遮发炎，定伫发炎。这是发炎哦，定骨壁的发炎，啊呛水伫生活的人，伊就会生这种病。所以讲，咱若看到这种病啊，吼。你就知影讲，原来有咧掠鱼，伊毋是敢若钓鱼，伊是呛水落去掠鱼。足侪故事的啦，即个人较早嘛定滑倒搁好去啊，像这啊，头去磕着啊，但是人无死，啊到尾搁好去安尼，一生的故事，拢会留伫你的骨头顶管。研究拢是有一寡知识的背景，毋是讲凊彩啥咧乱讲。你是安那会特别对人骨可能有兴趣甲很了解。第一啦吼，我认为咱若是有法度，甲遮个古早人吼面对面，来去讲因的故事，搁较趣味啦。了解人的过去啦吼，就是会使去想到讲人未来要安怎行。我有看我有看你的采访的迄种报道内底，你嘛有讲到，就是足侪人会好奇讲。敢会拄到啥物无法度解释的代志，还是讲听咧？你讲我有看过鬼无啊？我去拄到鬼无？我嘛毋知影迄要安怎讲，还是祖先的灵魂，还是之类的。啊，毋过我感觉你讲的有一句话，我感觉都有意思。你要甲你讲？我袂记你，你袂记你讲啥？系啊，你讲你最想要因来甲你讲，你讲了到底对毋对？是啊，所以讲为着要去了解古早人吼，我用我的知识，对，去判断伊到底是毋是较早伊的生活是安怎。所以讲，我就爱去学真侪骨力以外的专门的学问。我毋来研究伊的骨力，对，我爱研究着伊食的物件，是伊生活的环境，啊，甲即个人放伫迄个环境内底，讲伊的故事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是，所以讲。我嘛毋知影讲，我有当时讲也对毋对，但是咱就是爱用一个科学的，全面的去了解搁较侪就是讲，咱要了解伊古早的生活，甲伊的环境，甲人放伫内底了解。伫个学术界遮尔久，你感觉敢有啥物特质的人较适合来读这来学这啊？咱头拄仔讲着，第一是啥？爱坐调，爱有耐心，爱有耐心。第二，逻辑爱好，理路爱好，理路爱好。第三。爱行出去，毋惊艰苦，了解，爱享受这个艰苦。是，今仔来老师遮学着足侪物件呢。袂啦，我敢有机会啊，该对老师去现场看卖啊。你敢有拄仔讲的迄三个要件？我耐性应该会使啦，我拄仔伫遮分类这。理路嘛算会使啦，啊，行出去 OK 啦，OK 啦吼。咱伫咧孤山拄着。对，拄仔伫孤山上悬的遐，拄仔咧看海景。
都要小肚，会使欢迎你来参加，嘛是会使带恁到董事长来参加我的考古的现场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多谢老师，谢谢。好。